是人用的那还只叫一，同种啊北海多的，叫么时间嘛北了海家的传销一，农历嘛北叫了海叫呢啊传销呢，农历北了海传销的话北叫海，海传销嘛关于包括的只叫罗家规定的只要传销呢，北了海传销嘛那个罗家规定还得根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叫做法律里面叫做啥里嘛，好海嘛的。传销嘛就叫么我路啊，大门都说大我要你要大个钱么好啊，路一个叫大个可以抢么啊，你叫你啊，你抢你搞好么我路真了，大家你路好个叫大个们这能啊，但你叫能安排的话，你一层只能切一层，但一层切一层，就成一路就老海嘛，就我路说海嘛，就得成一路金字塔你嘛，一路金字塔嘛，就就是你要打一层只能切一层，我只能贴头蒙切你组成大家能好干嘛就看我人切到你就要看么这这能种了，但能凑能越种嘛就越挣到越赚到你都规定嘛就的，你要传销。你弄你被写我这些也叫传销你同招的一些你家叫传销的嘛就还点从以前叫要搞要多能啊传销叫他偷你你讲车能啊叫能你叫我搞大概多到后传销落台叫你嘛路家还好得做嘛就要可以搞咨询一下就从市民的嘛咨询一下叫伢嘛呢咨询一下就我们兄弟发展的嘛就叫的传销的嘛就叫你们同招嘛那的一种老的但一些的要切你但一些被上这些种的要一只便宜要好丢但便宜好要好丢一些被上这叫你越来这种老传销嘛种老传销嘛就查你叫你大门到公我说但桥好叫老下的桥叫黑茶的路之争到老大么好大么个你自己手大的要个叫接大么好路就整个到了叫你叫传销就越来种传销最丢最疯狂就还得我都说还蛮的疯狂呢叫你还要叫丢一大家没叫嘛就叫你带错你姓氏嘛就还得一些嘛搞么好个叫车包起来叫大家去播但么好鸟么我你大家就车能多来叫的大家讲车能到你大家就大家嘛有理个就会下一车的但就只我到份好路嘛只我只但只管路面要搞么好的可以就么好鸟同到那个叫么子这嘛大家嘛没有理个的可以好那这你叫掉你嘛我们是带错你方式种你嘛么个叫那么好的话就么个那种你可以查就的错么好带以后但你就nó là chúa tạm họ nhớ tới tới bằng nói chung ta chỉ họ tới lúc đấy thì ta ít层thì ta tuổi thì tôi lọt theo ta cho nên tranh chấp sẽ đầu nôn lụt tạm họ nên họ mà hai lũ rung rung đi chỉ ít trái này là hai tụi là hai sự linh sự ta cho tụi yo khai始nó mò ta yo cho này số to cho lọt theo ổn định xuống nọ ta cho cả thêm nọ ta ít层đi chọn đi người là sự cho này cho anh但你条件嘛，之中我觉得我还没拿绕的么就拿绕就么名字么拿绕的是，还是那你嘛叫你叫老越来就传销的被一盒包，你叫你叫老，但大家对就一年么子车么名字车呢，这叫对车的，要叫么子车呢，传销别种嘛，你这老份直销呢，老份直销，种直销的话，你模式要叫你模式的你。在错样做这呢老人传销就一样的，第二呢你转到了一样种东西呢，像你同到了海一路或路你不就是海到了个，但你们这里你们你没东西但这个可以么个就不代表喊你就一层的你一些高门车一度能打叫高门好打高门没有来海的老师你们，都老师你叫高嘛个就么个要东西嘛就好路。lúc sáng老大có những mua tạm đấy còn cũng nhận chế nâng chào tạm mua mà chứ ngã东西就东西嘛讲这种只说这种很产你还是出做不好但出不能破这里面东西讲这种嘛có những cái你mua不贵的它这种东西嘛也只用你个但你有贵个你就看的一度能注意度的能力越注越越注越重实际嘛东西你摸着打摸要有自己公家有领导的
但我讲如果真的包了，大就用之大嘛，就要按个字嘛，反正个开了好，个怪个用大就大，反正就主要你只要个用，你只要还得个用摸大个里刀你那个，只要你目的就得个么，如果大个车能越刀么，如果咱就越抓这你是，大家呢大家就别向你传销你，只要还这样刀分你至少你么一种正规的就好，你看到就交洗下来嘛就只包了。一些本事还要最扯就要最扯你传销要中头个，但以前嘛就得手机的啊互联，就手机要啥动就互联网的发展的，已经变了形式的么一些么跟起来就还来的种微商啊就种模式，你像你底下一样的叫传销的种模式在整成叫一层一层的装给了单，一些被记录例子嘛，就你像你那个。把到你摸下东西你了，大家可以好摸点，大家们在你眼你话，那可能就被这一路例子，你个们眼一样的出冷铺嘛，就个们在你眼里话要背出来这，但你们测说到多个们车你眼你们说到眼里话，可能就要能够来这，但有个这个车的一度能拿那个眼里话，你眼那个们可能就指出来这，你是。你多个车你能力话，你就只能贴到高门车多各种的压东西，你就只能叫按样的规定中的嘛，就对，只能按那个压手，但就一层一层的那个么，但你那个整模你多能大家压个你但你没得你东西的你车到你能你车到你能力没得你东西那一层列的一层你个做200层大家呢，可能跟车规定8层，没跟车支撑，大家你叫支撑呢就通过制作能你车了你就地可以，你们的东西没得没得你自己用，就能好多嘛，就只管你用你没得这种，这东西嘛就各地可以好快了这，你一些下嘛，你一种传销的模式嘛，就还得你个车一度能跟车一度能但你这个门车一度能掉，你就大个地就2度能嘛，你像有个车高度，但这个门车高度你好个地不晓，就一步高一度能那大家能到你这一度摸到莫名之间，大家你就整到能到你嘛，那就你就传销就你大家你就一步度这个门车的一度车高度的你就到1000度你就1000多度，你还是。抓这整的明明是抓多个叫传销嘛，这种模式你就么子差一路叫我路说还没就得金字塔模型，那还教你教你们好多一些那我们微商的底下某种样式呢，么这微商呀正规的关这那种模式是不要你你么好多能我一点，但是了还叫么能引我东西呢，买东西你不抓这呢，抓的叫你东西抓这的。就可以还抓这的，抓这嘛要叫他抓呢，就200度到好，不是到抓到要落，你下来叫新式的别种一些微商嘛叫个你大家个我到200熊打整到个你事实上打整到么那种一路理解个可以个事实上的话一路理可以车包车来这的，但可以到我们这生活费带还个放你到我们这的。嘛真正的到哪要对叫到好些，你一层整一层的嘛，你刚车到远道你整到远道，你叫老到位的你要摸东西，这种的那东西嘛就要，第一就要东西便宜，我大致照顾贵你那个大众我大第二嘛你就好多你们东西你嘛就，除了呢就是要广农村都他。城市的就像你或少的很摸，你只那摸的东西嘛，你别这种叫错的就你本铺多铺的这种便宜的东西嘛，老天里真你老天错就那叫个你花农村的多，大概是包着呢，但老天错嘛，天天错到你叫有个真叫用叫当地嘛，很多人叫那个鸟叫强么好叫老对嘛论这论这不大。你这把大路就肯出走路叫你们，那一些别人这个种东西你没钱嘛就的，这种嘛这种嘛就国家的法律人的挂着的搞操整叫你们的，可能还加么高点呢，挂着我家伙没人能好有我种东西的你这边
被人接谁就能你我家伙我你查当地要老传销嘛就的có这当地個做一個即咪事但大家亦個就可以家人到但屬於公車同領導嘛噶大家個就一路就可以家自己來借你個種東西你嘛就哎呀能嘛就能就幫助嘛能有了啲個辣口就直包大辣口但你嘛得離開的你就有市場一手門車的大家就只要有市場但那的肉人攞啲冇攞你嘛肯定嘛噶能嘛就每度能嘛啲下你嘛但是你要叫你原來同咗叫老民子你傳銷但一些新式的傳銷呢你同樣你要你的同樣你要下周你的還得當地市場名字的但市場門車的一層整一層你嘛個就大家咪就開個叫跟車攞你能但你們市場少但係個就可以壓到借就至少個做市場但個啲可以壓到借你嘛啲係下種你但大家就個可以個一問題就只想以後但係個就整攞個就都得好攞啫就大家就只要市場但係整你個嘛但下要種你個但不過攞就叫你不借給我找大家啲個就啲個一路問題的嘛個嘛就種思想呢就一種自容的感覺好啲每度呢你當呢個市場大家只隨便只挖只就啲個得你到肉人攞啲可以整啲可以你個叫你要只困難事情就為咗攞就叫的冇路害嘛係的受可能都知道你知道崩路崩就給了那個崩給了這個只在靠頭過這個只在靠頭過嘅靠頭過這個靠多只要過那個你就種你嘛就種思想你傳銷那種思想全部我你也之中的那你要哎呀搞下多冇本事我就太叫你嘛另外還個冇本事嘛叫你搞你事情那你別這麼還個別這麼還多為什麼你嘛你別用人老個就說你別種你別打了嘛就別成其他心理形式嘛你就才同做整地個我大致整個老整來查叫老你害你黑差呀你是整大一些嘛你們只快法自由但一些被是讓就我家伙職業是一種就我的是你不要傳銷你個第一節就第一種你這是講你不嗰個叫借這個知道嗎這個是你就嗰個叫借叫你肯定要在人出能是但第二種就係的你跟這是你就能我叫東西你不要一層你像你搞一門車多少大多少智能車多少也搞智能鐵頭你的一度個我的東西你可以翻摸你跟車到你一度能但你真要到跟車到你能我叫東西個啲可以翻借的靠主能越中個主能中你來翻所以就你要冇好啲你靠主能中來翻一種東西你別種你是個個主要這一些就第一不靠主能到後但第二這些你不要就要好嘅就管理一層整一層管理一層但你升級冇少這種做你大家可以大概這包但第背最重要你就要個操下周的這麼就免費你冇攞就係上到崩了一路你就這個只在靠頭個這個口到你只要個就下周的有靠有自己就每一弄啲個市場的到攞還得操的市場一手的到那就不到攞你所以你肯定要支撐你弄你被就傳銷結束還是好你